彤彤姐姐，你们在做什么啊？哦，我们在练习打招呼啊。哎，某某，吃饱吗？听不懂哎。哎呦，某某，小蜜是在跟你打招呼啦，问你吃饱了没有？吃饱嘛。我吃饱啦。不过，为什么打招呼要问别人吃饱没？不是应该要说 How are you? Fine, thank you 之类的吗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们中国人很好客啊，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第一句话，常常用吃饱嘛来代替你好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那彤彤姐姐，那你好要怎么说呢？哦，我知道，你好就是好，好，没错，再一次哦，好，好。糟了！怎么了，某某？对哦，我要去上厕所了。那你赶快去啊！我本来就要去上厕所的，一看到你们就忘记了，好急哦！拜拜。张蕊了。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什么啊？哦，我说张蕊了啊，张蕊了就是再见，下次再来玩哦。哦，吃饱嘛？吃饱了吗？某某，吃饱嘛？我吃饱了，彤彤姐姐吃饱嘛？我也吃饱了。好，你好。某某，好。好。小蜜，好。彤彤姐姐，好。张蕊了，再见。某某，我有事情要先走喽，张蕊了。好，吃饱吗？你学会用客家话打招呼了吗？阿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蕊了。